歡迎收睇《主播天下》。黃生，我今日要發一個聲明啊！咩聲明呢？咁啊，呢排無論我哋公司啊，抑或出邊有啲情侶咧，都興發聲明㗎，仲個精彩到 O 晒嘴添。咁啊，所以我都要發翻個。咁你諗到咩聲明呢？我嘅聲明就係我唔係肥，我係健碩嘅啫。唉，好無聊啊！唔講啲咁無聊嘅嘢，講翻啲正經嘢先。本港失業率咧去到一年高位啊，最新係3.8%，升咗0.3個百分點，超過136000人失業。世銀行長就話啦，出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咧可能會更加差㗎，失業問題會令到各國政府更大壓力。嗱，所以話咧，政府呢一個時候真係要好好及實啲支出㗎，唔好亂使納稅人啲錢啊嘛。不過咧，今日社署先至俾申訴專員公署批評啊，審批津貼唔小心喎。點唔小心法咧嚇？嗱，我問你啦，你副眼鏡值幾多錢啊？我副眼鏡500-600蚊到啦。嗱，咁如果我話你聽咧，有人攞咗啲綜援特別津貼啊，去買名牌眼鏡，你會點先？咁啊，其實法例冇規定攞綜援唔買得名牌嘅。嗱，就算唔係犯法咧，都要過得人過得自己啊嘛。納稅人嘅錢咧，唔係俾你攞去買奢侈品㗎。不過間唔中咧，我哋都會聽到有人咧綜援津貼㗎。嗱，講下啲實質例子啦。其中一個個案咧，受助人聲稱自己阿媽咧要用成人紙尿片，喺01到05年向社署提交咗47張收據，點知原來得最初嗰2張係真嘅咋。嗱，喺45年裏面啊，社署雖然復檢咗17次，咁但係都冇發現俾人呃。到最後一次嘅復檢咧，先至識得同有關嘅藥房對下資料啦，先至發現呢一種詐騙案咋。咁結果社署發現咧，向呢個受助人俾多咗86000幾蚊，銀碼唔同你計啊！淨係諗翻之前10幾次所謂復檢啊，乜嘢都查唔到，係咪嘥晒啲人力物力先？嗱，頭先講話買名牌眼鏡嗰個仁兄啊，仲離譜啊，招數仲多羅羅。受助人喺04年想配一副 G 字頭嘅名牌眼鏡，向社署提交一張1500蚊嘅報價單，獲發放1000蚊嘅特別津貼。隨後2年，佢再次成功申請呢個津貼4次，理由係近視深咗25度，同埋意外或者打交而打爛眼鏡。到舊年，佢第6次申請津貼換眼鏡，理由同樣係深咗25度近視。佢對呢一個牌子似乎情有獨鍾喎，今次又要配同牌子嘅眼鏡。社署打電話去眼鏡鋪核實報價之後，又批出津貼1000蚊。受助人竟然仲覺得社署要打電話對數，咁樣做唔啱，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結果反而揭發咗自己連串嘅欺詐行為。另外，受助人喺3年內5次用牙醫報價單申請津貼，由800至到2000幾蚊不等，社署幾乎每次都批出現金，但係其實佢根本一次牙醫都冇睇過。唔止咁啊，呢一個人仲呃咗成年嘅租金津貼。公署批評社署並冇小心審批，縱容受助人。另一宗個案，受助人29歲，我太太26歲，兩個都身體健全，有2個年幼嘅仔女。佢哋由98年開始就已經領取綜援，換言之，有手有腳嘅受助人19歲就開始攞綜援。公署話，身體健全嘅年青人領取綜援10年咁耐，好明顯綜援呢一個安全網根本鼓勵唔到受助人努力脫貧。咁講到脫離貧窮咧，當年改革開放咧就幫到好多人脫離飢餓同貧困嘅。係啊，今日咧就係改革開放30週年㗎。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喺紀念會上面就話咧，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否則咧就冇路行㗎啦。咁過去30年條路又係點行嘅呢？一齊睇下。經歷過食唔飽着唔暖嘅艱苦歲月，30年前嘅今日，11屆3中全會將困局扭轉。以鄧小平為核心嘅中共中央將全國嘅重點擺喺經濟發展，吹響咗改革嘅號角。鄧小平提出俾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換言之，即係有競爭，有競爭先至有進步。不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向來都係中共改革嘅心理包袱。中央提出嘅商品經濟其實就係富有中國特色嘅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嘅起點係由農村開始，俾農民承包土地，同時建設深圳、珠海、汕頭同埋廈門4個經濟特區。往後將開放嘅範圍逐步伸延至多個沿海邊境以及主要交通幹線嘅城市。呢啲開放令中國嘅經濟走出咗原來閉關自守嘅局面。30年嚟，中國由全球最貧窮嘅國家，經濟總量已經躍進到全世界第4位。不過，國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下崗，高速增長之下所連帶嘅通脹問題，以及越趨嚴重嘅貧富懸殊，都令到領導層要建立新嘅戰略思維。
以胡錦濤為首嘅新一代中央領導層提出以人為本嘅政策，同時增加低收入人士嘅補助，幫助佢哋脫貧，希望可以喺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咁其實咧，我哋呢啲係1978年之後出世嘅一代咧，都唔係好知改革開放嘅前後有幾大分別㗎。阿張牙，唔知你會唔會清楚啲啦？我嗰陣時得3歲嘅啫喎。咁不如一齊睇下呢一個個體戶致富嘅成功例子先啦。由街頭小販到服裝加工企業嘅老闆，孫思平嘅事業由20幾年前喺市集賣物開始。開始吧，心裏有點害怕，覺得我再做個小商小販，就是個體經營戶吧，自己老是對自己瞧不起。改革開放令到內地經濟急速發展，越嚟越多人好似孫思平咁樣自己開鋪頭做生意，競爭越嚟越大。孫思平諗下，不如把握呢一個機會開廠做生產商。80年代末吧，在這個即墨這個服裝市場已經有好幾萬人了，但是這會兒吧，銷售金流還是有困難，但家裡面的人吧，還是有點擔心。我心是有數，後邊我緊接着我就第一個上了織布機，後來吧我又開了工廠，做在這做服裝。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嚟自國外嘅生產訂單逐年增加，孫思平嘅生意就越做越大。4年前，佢仲開始同美資企業沃爾瑪合作添。別的客戶的訂單差1公分沒問題，沃爾瑪的差1公分就不行，必須是0，必須誤差是0。金融海嘯底下，今年出口業遭遇困境。不過，孫思平就認為，只要中央唔改變開放政策，對前景仍然有信心。嗱，係就係部分人先富起嚟啦，不過大部分嘅人呢仲係好窮喎。咁所以跟住落嚟呢，就要解決呢就係貧富懸殊嘅問題。點揾啲窮人出嚟呢？幫下佢哋啊嘛。好易嘅咋，揾個人呢個額頭作住個窮字就得㗎啦。嚇！話說2個月前，一朝早起身照鏡嘅時候，杜甫呆咗，額頭上面無端端多咗個窮字，以為係俾人整蠱啦。咁點知阿虎點樣擦都擦唔甩，原來字係紋上去㗎。諗咗好耐，阿虎先至醒起，原來之前一日因為做嘢唔順利，心情唔好去飲酒，咁點知就借酒消愁，愁更愁。感到自己太總愛欺負周秀雄啊！因為我個字最起碼誰也不欺負我，沒人欺負我，掙點錢我合着自己能活下去。阿虎醉酒之後迷迷糊糊入咗一間紋身鋪，叫人幫佢紋個字，睇下之後有冇邊個再咁睇唔起佢。佢瞓醒覺之後，先至發覺自己紋咗一個佢最唔應該紋嘅字，仲嘥咗佢30蚊添。因為呢一個窮字，令到阿虎嘅生活更加拮據，冇人肯再請佢做嘢，令佢失業2個幾月。好彩近日有好心嘅美容院免費幫佢進行鐳射清洗，而家佢額頭嘅窮字已經冇再咁深色啦。死啦！阿虎真係好可憐喎，不過個樣係真係有少少搞笑嘅，點搞呢？嗱，你咁衰啊！下次等我喺你個額頭度作住個衰字先得。講笑啫，今晚節目時間夠啦，聽晚再見啦，拜拜。